位聽眾，你哋好，歡迎返到嚟收聽。啱啱好，我喺度，我係 Maggie 喺呢度，我會同你分享女人40嘅生活體驗，尤其係作為一個媽媽，一個事業型女人，點樣喺繁忙嘅生活之中，揾翻少少空間，等自己真正可以透透氣。當我哋覺得好迷失嘅時候，點樣可以帶住理智，憑住勇氣，同自己行翻埋一齊，重新揾翻嗰個最真實嘅我。最近見到身邊好多嘅朋友，無論去外國旅行定係出差，個個返到嚟都同我講好攰，勁失眠，一返到香港就大病一場。喂，你以前做空姐嗰時點樣處理時差㗎？去處理時差，首先要主動察覺自身嘅感受，仲要試下唔同嘅方法，累積返一啲經驗。日夜顛倒，氣候轉變，每個月東西南北咁樣周圍飛，有時瞓醒打開眼都要諗下自己個身到底喺邊度啊！而家我作為實證型嘅能量管理教練，我想再結合科學系統同你傾下一個勁多人飛長途機去外國嘅時候都會犯嘅錯誤。唔知你有冇試過咁樣呢？當你去到外國落機嘅時候，啱啱好就係當地嘅朝頭早，對眼又乾，個人又攰到浮下浮下，但係你都會逼自己夾硬死撐，因為有人教你唔好瞓啊，頂住啊，頂到今晚先，一覺瞓到大天光，咁就可以快速適應時差噶啦。聽落好似好合理，但其實呢種做法其實係搵自己嘅免疫力嚟開玩笑啊！你有冇發現，當你第一日夾硬死撐，當晚冇錯係可以瞓得好耐，但到咗第二、第三日，你其實好大機會有強烈嘅 jet lag， 個人成日都好攰，無啦啦斷片，周身肌肉酸痛，甚至最慘痛嘅直接係病咗添。喺理智嘅科學角度嚟講，落機第一日夾硬死撐，會令你原本已經因為坐長途機而虛弱嘅身體嚴重透支。呢個時候，你嘅自律神經全面失調，抵抗力跌到谷底，周圍嘅病菌就會輕易入侵。為咗適應一日嘅時差，喺最需要休息嘅第一日死撐呢，代價就會係病足成個禮拜啦。咁樣啦，如果我哋假設自己係一間公司嘅話，咁我哋做 CEO 嘅呢個決定就真係令條數蝕到入肉啊！身為一個高效嘅女性，無論係出差定係旅行，我哋其實都會要求自己可以用最快、最高效率嘅狀態去享受人生。我自己呢，就有一套獨家嘅落機黃金3部曲。第一步，一去到酒店即刻食啲嘢先，沖涼放鬆，洗走晒長途機嘅攰啦，同埋機艙嘅污糟氣味同細菌。咁樣呢，其實就係幫緊我哋呢繃緊嘅神經系統發出一個安全嘅信號嘅，為你安全啊，唔係再俾一大班人近距離圍住，可以放鬆自己，好好休息。沖完涼之後，我會聽一啲放鬆音樂，好似森林、海洋或者輕音樂。上床休息，瞓最少3個鐘，即係2個 cycle。唔使理當地時間日頭定夜晚，先幫整個人熄機過冷河先。瞓醒之後，你個人一定會好似宿醉咁，浮浮沉沉又重重，肌肉酸酸。咁而家呢，就係時候去酒店 gym 度喐下個身啦。要做一啲有少少劇烈會流汗嘅運動，然後再拉筋。記得做完運動先好再去食嘢。好多人都會覺得仲運動仲唔夠攰咩？其實咁樣做呢，就係利用緊我哋身體嘅動能，去話俾全身嘅肌肉同埋大腦知，喂，我哋已經轉咗新環境啦，係時候 reset and activate， 加強翻我哋嘅新陳代謝，激發全身嘅神經。運動完之後，根據當地嘅時間呢，我哋就會做翻正常嘅作息，食嘢、shopping、散步。
有一個非常關鍵嘅科學技巧叫做光線定描法，就係盡量俾自己曬多啲太陽，因為室內嘅燈光對大腦嚟講係實在太暗啦。只有自然嘅太陽光先可以最快咁校準視網膜上面嘅生物時鐘，抑制體內嘅褪黑激素分泌，令我哋可以喺日頭保持清醒。到咗第二日，我哋會重複呢一個沖涼、休息、運動、流汗、曬太陽嘅循環。你會發現時差呢，不知不覺就自動校好咗啦。除咗到埗之後嘅調整呢，其實喺出發去機場嘅當日啊，高效嘅能量管理就已經開始咗噶啦。首先，我哋出發前呢，就會喺屋企做運動先，就好似去準備迎接一個重要任務嘅儀式咁樣。因為呢，跟住落嚟呢，你就會喺狹窄嘅機艙入面好唔自然咁坐啦，或者瞓啦10幾個鐘。如果上機之前呢，你嘅肌肉呢已經非常之繃緊，落機之後呢，你就好大機會周身酸痛啦。上機前預先運動、流汗、拉筋、放鬆大腦，咁你喺飛機上面呢，反而可以瞓得好好。回程班機呢，做法一樣嘅。如果你喺飛機已經叉夠電，返到屋企自然就可以用最快嘅速度投入返你嘅工作啦。咁喺飛機艙入面又點呢？記得，千祈唔好不停咁樣睇電視。其實我都知道10幾個鐘飛機好悶㗎，但係機艙環境通常都好暗，電視熒幕距離我哋嘅眼球太近。高濃度嘅藍光呢，直接射入眼呢，其實係會破壞我哋嘅睡眠荷爾蒙㗎。結果就係當我哋睇完好多嘅電視，對眼又乾又澀，頭又痛，落機之後想瞓都瞓唔到啊！喺機艙入面，我哋睇還睇，記得適可而止，主動留白，盡量可以嘅話就閉目養神，咁樣先至係我哋對大腦最理智嘅保護。最後一點就係人人都會忽視，但係空姐就最有深刻體悟嘅真理。飛之前嘅一日同埋到埗頭一日食嘢必須要清淡，而且要維持7分飽。喺科學上，除咗大腦有生物時鐘，腸胃其實都有獨立嘅次級生物鐘，叫做腸胃時差。地理環境同埋時間嘅轉變，對身體本身已經一個好大嘅壓力。所以如果當我哋一落機就因為太興奮而暴飲暴食，咁其實我哋係強迫緊身體將僅餘嘅能量全部掉晒去個胃度做消化嘅工作。結果即使我哋瞓飽咗，大腦清醒啦，但腸胃呢都仲未瞓醒，咁樣好容易會引發嚴重嘅水腫、胃脹同埋消化不良嘅。維持7分飽，減輕身體嘅工作量同負擔，就係對自己身體最溫柔嘅做法啦。其實講到尾，調節時差就係要順應自己身體嘅科學規律，理智咁幫自己安排休息。面對時差，我哋根本唔需要夾硬死頂唔瞓覺，就好似面對生活排山倒海嘅壓力，你同樣亦唔需要盲目死撐。高效率嘅系統，除咗出差同埋旅行時間用到，其實喺日常嘅生活，你更加需要一套有效嘅思緒過濾系統，幫自己大腦隨時 reset， 過濾雜音，咁樣先可以揾返自己心入面嗰份遺失咗好耐嘅掌控感。當你需要一個人陪伴你，啱啱好，我喺度，等我陪你一齊啟動你內心嘅理智勇氣系統。今集就嚟到呢度啦，多謝你收聽啱啱好，我喺度。喜歡我嘅節目，請 subscribe 我嘅頻道，分享俾你身邊嗰個需要 reset 嘅好朋友，一齊過嚟圍爐取暖啦！我哋2星期後再見啦，多謝晒，拜拜。